心理與心靈嘅重聚分為3個部分。第一個部分，脫鈎嘅記號，呈現心理同心靈脫鈎嘅現象，加以婚外情作為實例說明。第二部分，為輔導心理學把脈，嘗試追蹤由弗洛伊德到後現代 Michael White 嘅重要經典治療派別。呢一番追蹤同教科書嘅注述唔同，較少着力於概念理論，而係探究呢個派別嘅心理學師祖嘅出生背景同埋精神面貌，從而推論該學說嘅內裏乾坤，並且嘗試深入探究學說背後嘅人觀同世界觀，作出個別同綜合嘅評論。筆者喺輔導界工作同教學20幾年，發現鮮有著作同研究係緊貼心理學說背後嘅意識形態，從而作出評核同檢視。呢本書係試圖從呢個進路作出一次拋磚引玉嘅嘗試。第二部分都係深入探究心理輔導學說嘅核心學術概念，並再一次以婚外情作個案應用去顯示筆者嘅論點同觀察。第三部分亦都係最艱難嘅部分，心理同心靈嘅重聚。呢個部分，筆者首先拉一個遠鏡去勘察一下心理學說只有100幾年歷史嘅年輕學科嘅時代背景，粗略咁以前現代同後現代精神面貌嘅分類，去理解心理學說嘅誕生同內容，並其中嘅側重同偏差。然後層層推進，再瀏覽美國近100年嚟整合心理同心靈嘅各樣進路，作一簡介、剖析同綜合評論，從而講出筆者領悟到嘅第5條進路，立體還回領悟嘅進路，就係從心理學說、實務、個人靈修、神學理解4方面來回對談、體會、遊走，醞釀從聖靈而嚟嘅悟性，以耶穌基督作為唯一嘅基石。倘若讀者心靈敏銳，都會發現呢一種立體還回嘅進路，亦都係本書嘅寫作大綱同進路。最後，筆者大膽嘗試分享一種以耶穌基督為依歸嘅心理輔導學說嘅前提同守則。基督為依嘅心理治療，並非係作者另外一種自創嘅療法，而係整理、重新演繹、取捨同感悟各種輔導心理學說嘅前提同向導而嚟嘅。筆者喺呢度向上主俯首下拜，因為呢本書完全係因為聖靈感悟而傾流出嚟嘅作品。仲有待各位前輩、學者、專業人士、愛主嘅門徒共同去磋商、研討、去蕪存菁，以期觸摸上主嘅心腸。第9章，即係本書嘅最後一章，係作者對現今教會同教會輔導中心嘅一啲叮囑同勉勵。作者多年嚟有機會認識到同督導唔少教會輔導中心嘅輔導員，好了解佢哋嘅處境。事實上，佢哋就係教會輔導中心嘅第一代，好應該為未來嘅接棒人留下佳美嘅腳蹤。所以筆者向教會輔導中心分享咗一啲抱負同展望，能夠完成呢本書，深深感受同埋感謝所有朋友嘅回應。筆者又掛住嗰位從天而降認同我嘅主耶穌，他本有神嘅形象，不以自己與神同等為強奪的，反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成為人的樣式。既有人的樣子，就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將佢升為至高，又賜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穌的名無不屈膝，無不口稱耶穌基督為主，使榮耀歸於父神。腓立比書2章6至11節。願主喜悅愛佢嘅女兒，效法佢虛己嘅榜樣，喺輔導界飛翔。